咦，今日晚霞咁靚，到底係邊個仲未收工呢？哦，原來係我，講錯添，係我哋。今日有車主同我講，哦，即係你公司都會有做埋美容嗰啲嘅，因為我本身以為你哋淨係朋友，我唔知你哋有做呢一方面。好火！好啦，既然係咁，我就再同大家講講我哋有啲咩啦。首先，我哋有個靚靚嘅愛立面，一入門口就係有接交車區，仲有可以同時容納5台車一齊施工嘅機電維修車間，可以為你愛車做翻新噴油嘅噴油車間同7房，做車新線條吊膠同燒焊修復嘅鈑金車間，貼隱形車衣、改色膜同窗膜，仲有汽車美容項目嘅無塵汽車美容區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音響升級、汽車升級、車齡翻新修復、車內籠及飾件翻新、電鍍件翻新修復，仲有好多好多。最重要嘅係我哋有一支最少擁有15年